我而家嚟到咧呢個永定嘅土樓啊，咁呢個叫做鎮城樓啊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楊子來啊。而家係2025年嘅10月15號，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梅州嘅興寧市，咁啊呢個帝豪大酒店啦。咁我哋準備出發今日嘅行程啦。嗱，呢個咧盤安圍咧就係呢個興寧市嘅10大古民居喎嚇。咁啊真係好靚嘅。頭先啊，我哋呢度有一個圖啦。咁我哋咧喺度開始去旅遊啦。嗱，前邊嗰個半圓形嘅一個祠堂咧，就保養得非常之好啦。我哋琴日去過長記屋咧，就比較荒廢啲，呢個就非常之好啦。啊，呢個大門。啊，今次呢個咧就係一個大嘅空地啊，非常之舒服嘅呢個。哇，今日嘅天氣又非常之好啊，個太陽非常之靚啊。咁一路講下，一路介紹下啊嘛，係嘛？嚟到啊，話乜都牌都齊晒喺度，啊有人維修嘅。係啊，哇啲臘腸應該入得去過呢啲係嘛？哇呢個有晒啲文物嘅牌喺度啊！有晒啲規格介紹嘅嚇。啊！魯迅都搬埋出嚟嘅。喺呢邊咧，好似係嗰陣時話，即係根啊嗰啲哇！真係好靚喎！真係呢度保養得好好，最主要就係你睇個頂嗱，睇個頂。嗰啲瓦頂仲保養得好好喎，呢度。不過呢度有錢保養，呢度就真係。好大啊！咩啊？好犀利啊！後邊啊，好多啊！誒，呢啲細路仔就開心啦，個鴛鴦啊，哇！啊！一人一間房咁樣係啦。啊，就一間咯。係啊，好犀利啊！佢一間可能。而家應該仲有冇人住咧？應該有人住喎，有呢啲有人晾衫嘅，有人晾衫有人住嘅喎。佢一間就一個，即係得咁大嘅喎。其實點解就咁大咯？嗱。嚇，配咗俾你嘅就係啦。2米都唔夠啊！一張床，係啊，一張床上一個。呢度都全部都係。所以我琴日佢講話佢即係佢我睇過，佢俾我睇間總屋啊。係咯，嗱，而家真係喎。你見到呢度？呢都差唔多。都見到呢度咯，一睇就係咯。咁抵啊嘛！有兩寸先有呢個，冇兩寸就冇嘅。係啊。呢度仲後邊仲有一排喎，我喺穿過去後邊仲有一排嘅喎，哇！即係幾橫嘅喎。呢個咧最新咧就有呢度可能係第7、8代嘅啦。唔係，可能唔係呢度大啲，呢度輩份高啲。唔係呢啲大啲嘅呢啲輩份高好多嗰啲係細啲嘅。即係話咧，佢好似你係做到演講啊，或者係乜嘢咧，做嘢咧，佢就冇你咁支持。跟住咧，如果你2個就同樣支持。啊！呢度有個半月形嘅大水池咧，
就供養出邊有少少嘅呢個種下啲菜啊嗰啲咁嘅嘢嚇。佢啲咧有啲發呢啲燒一燒個土地，有啲燒啲喺上邊咧都用下啲化肥料喎。客家土樓是世界獨一無二嘅。而家咧就上咗架觀光車，咁啲朋友咧就坐喺後邊咁我就特登坐車頭你們看土樓的話呢，主要看三大極端。你第一看建築，第二看風水，第三看文化歷史。右手邊看一下，有圓樓、有方樓，是6年村，它是新底的落整理哈。呢個咧就係方形嘅土樓啦。先有方先有方嘅，跟住後尾就整啲圓嘅出嚟啦。呢度所有人都係親戚嚟嘅。有什麼事啊？豬肉、土雞、土鴨、土雞、土鴨、餅乾、梅菜扣肉。哇！出了多少？你才45。估唔到都好，唔係真係好土喎，都好有規模喎。係啦，影翻張相係啦，呢個鎮城樓啦，呢個係啦，呢個碑冇太近啊，太近影唔到嘢啊。係啦，呢個遠呢個紅色呢個地方影好啊，呢個土樓和諧拍照永登客家土樓這個位置來拍。這個位置啊？永登客家土樓，我幫你連拍都可以。嚇！這樣很漂亮。哇，好犀利，好犀利啊 ！Simon 咧有擒上嗰度影啊！可以下來了，下來拍。小心啊，唔好震盪啊！下來拍一張。啊！厲害，什麼都不用。是啊。下來拍一張用嗎？係啦。再出來一點，出來一點啊！前少少係啦，少少全身。好，再左一點。客家之王嚟咗，帥呆啦！他也是係啦。他也是客家人，我經常會講客家話。他但是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。好，嗰邊，好似呢邊似樣啲喎。1、2、3，頭不要太高。今日好啊，人少。係人又少係啦。我而家嚟到咧呢個永定嘅土樓啊，咁呢個叫做鎮城樓啊。咁我哋今日特別啲就指定咧就入到嚟呢個度假區。初都係冇咁嘅期望嘅，咁咧初咧就冇咁嘅期望嘅，但係咧嚟到咧覺得唔錯喎，呢度全部啲土樓周邊嗰啲配置咧配置得非常之好嘅。整體外觀就像古代的官帽，是官帽型土樓。你們要近鏡給他看一下，他們全部台灣人收錢。呢度就係中庭啦，個土樓嘅中庭，後邊仲有一層嘅。呢度咧就係佢哋嗰個中庭嘅一個地方啦，咁呢啲就係土樓嘅人啦。咁入邊都好多參觀嘅嘢嘅喎，哇！呢度已經裝得非常之好啦，非常之〜有好多紀念品嘅牆嗱，呢度上邊咧就係土樓嘅另外最外層啦。上邊咧就係土樓嘅樣子啦，哇！呢個都保養得非常之好喎，呢個。因為呢個真係觀光點嚟嘅，所以保養得好好。係。
公民三角形客厅，唱歌跳舞的，澳洲给客人开心的。呢度戲台啊，这里一对夫妻是楼主算主的，这边也有一个是老师，上面有他父亲手上伤心那个是下面就是我们这边的楼主，这是黎元洪总统学的会议。哦，哇係喎，黎元洪喎，上邊個牌係黎元洪俾嘅喎嚇，啊成第一個總統喎，第一個啊嘛，俾人夾上去做總統噶嘛，係啊，俾人夾上去噶嘛，佢唔想做，係啊冇錯，佢諗住走佬夾住佢，佢做好啲時間嘅。係啊，俾人夾上去做住先啫嘛，係啊，哦。我们每一栋土楼都有一个客厅，哦每一道哦，这个是画家哦，你喜欢画吗？张贴做的纪念品，喜欢跟欣赏这样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栋楼在木头上面做的，想看就可以看。你也可以逛一逛，有花就是这样。呢度咧做咗好多精緻嘅畫室啊，畫室啊，这还有还有一个看外景的四菜一汤，有听过吗？这个是漳州的四菜一汤电土楼，这是4个圆的，一个方的。哦，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了，官贸楼最有名的楼，还有一个隔壁村的土楼王，这个是承启楼，它里面环数会更多，有6环。这个楼就是2环。哦，6環啊，对，环数很多的，但是准确来讲就是4环，因为它有的是没过道的。哦，对，只是说对靠背的。它是不是更大，占地面积？对，两口折也是差35米，这里哦，呢個水梗係跟佢啦，三道大闸呢，就像如果把门关起来，以前的土창土炮打不进来。哇，那麼厲害！啲鐵門嚟嘅喎，呢個這鐵嚟嘅喎，那我们走到外圈来看一下，洋枪洋炮就不敢说。这个土楼墙体的厚度1.3米，啊四层的建筑，高度有17米高，直径有57.2。哦楼里面有3道大门，2口水井，1个客厅，5个小厅，8个挂，9个天井，有20个澡堂，30个大公寓。大大小小的房间有222间。哦，我家可以上楼，也可以去喝茶，我们家很多茶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會買一點回家的，啊啊啊！来看一下这里，阿伯。哇，呢個方形嘅，呢個就方形嘅土樓，唱歌跳舞，这边啊这边表演呢，是观音厅，初一十五这里拜神。右手边比较矮是洗澡的澡堂，中间有个牙字，代表是改我的意思。呢個可以，呢個真係可以帶老婆嚟啊！啊，呢個睇完片佢會上嚟嘅。啊，雖然揸車都幾辛苦嚇，都啊，不過中間我哋都可以停嗰個地方。嗱，而家咧就介紹一隻咧野茶蝦，即係本地嘅茶蝦，野生的，纯原生态的。啊，你闻一下，看来纯手工自制的，没有经过机械化。来，大哥来，坐嘛。珊瑚，客家啲男人咧煮餸咧就好叻嘅，珊瑚啲都係女人辛苦嘅咋。即係嗰啲家務做咩咧？但係講煮餸咧，你見到係客家咧男嘅師傅嚟。係啊，其實好多地方都係真正大師傅都係男。係啊。啊，呢個係成個度假村嚟嘅啊，但係有民居喺度喎。咁一個咁嘅小鎮，小嘅土樓小鎮咧，有好多個土樓，有方嘅，有圓嘅啊。咁咧，亦都咧係可以有啲民宿啊，100零蚊一日嘅民宿咧去度假。咁我就非常之期望咧，我能夠約到我太太一齊再嚟玩多一次，因為呢度好值得玩嘅，因為食又非常之平，同埋非常之即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啊！真係嚇。而家黃昏時間啦，咁我哋咧架車就開到漳州古城啦。咁我身後就係漳州古城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就都係一啲仿古嘅，都唔係仿古嘅，因為真係舊屋嚟嘅呢啲。啲四果湯得唔得㗎？
四果湯係喺呢度嘅。咁我試下喎，喂！呢個面前咧，呢個就係叫做四果湯啦。呢度就係漳州嘅特色嚇，8蚊人民幣。唉，試食啦。OK 喎，凍嘅，甜嘅，凍食嘅。蝦餅、金錢肉啊！有人買開紅下紅下。啊！喺度行下，等佢凍咗先啦，攤凍少少啫。我哋啲真係窮遊啦。而家咧，我哋到咗廈門啦嚇，廈門嘅馬航嚇，咁啊，食我哋今晚嘅地道一單嘅呢個福建嘅地道菜啊！哇！真係唔係啲啊！呢個我細哇！呢個嗱，我細佬個老婆咧，外家就係福建人啊嘛，又喺廈門有住所，成日都整呢啲嘢送俾我哋過年。你試下，係啊，地道嘅，你影到未啊？影啦。地道嘅廈門嘢啦啊！啊！呢啲就係嗰啲佢啲肉嚟嘅，啲肉炸肉咯。辣椒要蘸一下，這個燉肉。我細個好中意食呢條。呢個薄餅咧，我就經過啲美食街乜街都成日都見到啦，就因為個肚咧得咁多，就未有機會食啊！咁今次嚟到呢度咧，呢度咧就包啲呢個當地呢個品種嘅薄餅俾我哋啦啊！OK 啦，一償所願啦啊！之前咧成日都話啊買，但係個肚又呢度窄得滯，食唔到哦。呢份原體咧，呢份原體，哇！真係好耐冇做過，但係呢度真係做得非常之靚啊！呢啲咁樣係咁掂一掂，個皮就分開噶啦啊！跟住啲將啲肥肉入口就溶噶啦啊！我而家嚟到咧呢個永定嘅土樓啊，咁呢個叫做鎮城樓啊。